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今仔咱要讲的主题是户外婚礼。另外，还有一个是要欢迎咱的乡亲，大家来台南所以咱有一个活动叫做“大台南百万的这个大奖三重送”，要送咱来自世界各国啦，还有咱台湾各地的这个乡亲朋友的这个旅客。那么，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看一段影片，请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各位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在新冠肺炎期间，户外旅游正夯，而防疫之余，不要再闷在家里面了，要大步走出去，深呼吸。不但要浪漫，而且要兼顾终身大事哦。台南不只有好吃、好玩、好山、好水、好风景，还有许多可以举办户外婚礼的饭店、民宿和风景点。伟哲要邀请今年准备结婚的新人一起来台南大婚。只要在今年底以前到台南各配合的饭店以及风景区举行户外婚礼的新人，就可以向观光旅游局提出申请。前10对成功报名的新人将可在婚礼当天获得志玲姐姐的12礼。超过第10对的佳偶也可以获得其中的6礼。伟哲欢迎大家一起来台南恋爱、结婚、享幸福。我们台南见！有足侪人拢会幻想自己有一个浪漫的婚礼啦那么希望讲呢，家己的像公主跟王子一样走在红毯上迎向下一站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幸福那么那也怎样讲安尼？天公不作美了在2019年的这个年底呢，突然间来一个这个武汉肺炎打破这新人的这个梦想那么原底本来已经规划好的一寡婚礼那不是讲延期啦，啊无就是这个作罢那么在这当中呢，真正坏了很多新人的这个心情。那么随着这疫情已经慢慢的有较乐观了那么咱看到这婚礼呢，买当好像再回复回来了那么咱原底呢去这天公伯该打坏了这婚礼的这个心情呢，咱台南市政府要帮你把它呢补回来了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最近呢推出一个户外婚礼的这个活动另外咱知影这疫情慢慢解封然后呢即马已经拄着在暑假这个期间，那么咱知影咱台南市那是到的这个暑假这是咱的旅游旺季啦所以呢，咱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呢，伊嘛办的一个这个来遮大咱台南的这个饭店那么会当来参加咱100万抽奖的这个活动那么咱今日特别邀请到咱台南市观光旅游局局长郭正惠局长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这2个大型的这个活动首先，咱先邀请局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婉姐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的局长，我姓郭，我叫郭正惠。是，那么期待有一个浪漫的婚礼这个是很多人从小了或是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梦想那今年都拄着这个武汉肺炎一寡人我看婚礼都那个饭店一寡婚礼都取消了一寡这个婚礼有人是要延期的啦，无就是要跟改这个可能就是草草结束了真的有时候也真的是。刚刚阿杂啦那么咱市政府在这一方面好像有做了一个转变既然是饭店内底室内可能
办这个婚礼婚宴有点不太适合哈。那么咱起进户也这个头脑动得很快哈，马上就想说把它往户外哈。那么这部分是不是哈？请咱局长哈，跟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当初的动机，还有咱的做法，好不好？其实哦，这个户外婚礼哦，大家都知影哦，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婚礼是完美无瑕的啦。阮伫咧3月份的时阵哦，咧和市长咧讨论哦，这也是我们泽市长哦，黄伟哲市长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发想，伊就感觉讲终身大事哦，唔通来互病毒耽误啦吼，所以才有这个创举啦。咱嘛是率全国之先哦，咱唔是讲叫人停班。我们遵照着中央CDC 咱这个疾病管制这个指示咱伫咧户外的场所伊上好一个优点就是讲较空旷、较快的所在其实咱就唔免较烦恼讲迄人甲人近距离的接触会互咱来做有一个这个病毒传播的这个困扰啦。所以较开始3月份开始开始有这个想法，阮就真紧嘛办记者会希望讲会当来帮咱这新人、这公主王子会当有机会，会当伫咧户外有一个完美的婚礼，希望讲伊的婚事不要因为这个疫情而受到那个影响，甚至而耽误是。那么咱时常伫咧影片啊、电影啊、电视剧啦拢会看到一寡在影片内底拢有一寡很浪漫的这个户外婚礼，有的伫咧海边啦有的伫咧可能就是一个别墅啦我们看起来都哇好漂亮很羡慕你看那个我们最近才过世的那个刘真啊因为影片一直在播嘛他们还跑到海外去然后还有海豚可是有时候这种婚礼啊虽然浪漫，可是花费也不止就一开始就是上百万的心计几千万呢，有些人还真的是当想尔不能真的去执行那么这个有咱起进户协助啦我在想这个婚礼呢不但呢可以实现啦而且会很浪漫那么我知影讲起进户家有做侪资源会当来协助家的新人那么我知影起进户有找一些搭配的一些饭店业者是不是伫这部分请咱局长跟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说明嘛先说大概的情况嘛，给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报告，好不好？是，咱拢总严选23处啦，这内面有13间的饭店，因拢有真水的这个户外婚礼的这个筹办的一个空间，另外佫有10个所在，是咱户外的景点，伊嘛拢欢迎嘛，邀请咱家的公主王子，咱家的新人朋友会当去遐来做一个。户外婚礼的筹办因为真济我就淡江摕一资料来给大家报告咱23间的内面23个所在的部分咱13间的饭店有啥咧？有咱这台糖一定连续几若当拢得到咱的观光局认证的这个绩优的这个旅游区的经营者，咱的江山皮的江南度假村，还有咱台南这5名的这个5星级的饭店香格里拉台南远东国际大饭店还有咱的台南精英酒店这上出名的是啥？咱的志玲姐姐跟阿 Kira 伫咧去年结婚的时阵，伊用的饭店就是用咱这个精英大酒店咱这个台南的大圆皇冠假日酒店这嘛是咱这个连锁系列国际的这个品牌内面前5名的一个饭店它每一个都是无敌海景伊的场所嘛是真水还有这个桂田酒店我和市长伫咧3月28阮真欢喜新人第一对来参加到咱这个户外婚礼的这个新人市长佮调工半时间去甲现场去甲祝贺上趣味的就是这个新人的爸爸妈妈全部拢是咱台南市的公务人员我讲嘛真拄好佮有迄个场所遮尔啊水的，我常常咧讲咱的这市民朋友可能唔知影包括讲咱外县市的这乡亲可能唔知影原来台南其实真侪秘境这饭店嘛真适合来办这婚礼另外就是咱的台南大饭店还有咱的来归人饭店这是咱上新的一个饭店还有夏都这个成旅安平馆立新大酒店南科赞美酒店伊有足大一个爱心翕相凊彩翕到安那水趣陶慢旅还有咱南园休闲农场湖上度假村还有咱的新大南科大饭店
拢总13间的饭店有户外空间哦，会当互大家会当来轻轻松松办婚礼哦。啊，另外咧，佫有10个所在是咱户外休闲的游戏区吼，啊，甲餐厅哦。譬如讲，咱即个德元皮的荷兰村吼，伊有足济吼，含咱荷兰吼。其实我常常朋友拢讲吼，去遐拍婚纱照，看起来咱是伫荷兰的。啊，佫有咱的虎头皮风景区，咱即卖人气景点哦。第一章哦，我们还刷新纪录哦，共买迄个4500人哦，来甲咱的虎头皮哦来参观哦。啊，咱的双村哦滨海游戏区哦，遐嘛是一个梦幻景点哦。北门的水晶教堂哦，今嘛哦新人去遐结婚哦，不单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哦有利多哦，咱的云嘉南风管处哦，佮淡遐哦有一寡特殊的证婚的一个安排哦。啊，或安平雅果游艇码头，这嘛是咱上新的哦。台南市哦一直咧散这个水域油气哦，这是咱一个重点的一个所在哦。还有我们大坑休闲农场哦，加一小动物嘛底下，仙湖农场有一个那个一望无际、无边际的这个湖景哦。啊，佮有咱的台南商务会馆、府城艺术转角、清定城堡，这拢是咱浪漫爆表哦。啊，真侪咱的市民朋友哦，过去吼，咱拢选择伫咧咱的这个室内的空间来办这个婚礼哦。咱即马吼，大家当刷新观念，其实伫咧户外嘛，足侪加赞加水的所在，会当来办这个婚礼。是因为哈，以前那是讲传统的婚礼啦哈，他们在拍婚纱的时候嘛，在室内啊，就像这样子有一个布景啊哈，啊，你要爱风车，它可能就是一个风车的布景啊，你要爱游艇，它可能一个游艇的布景。可是我们现在现场到的那个现场去，哦，那个游艇是真实的啊，我们的风车也是真实的，哦啊，所有的景都是真实的，那个拍出来的那个效果会比你用布景哈。翕起来哈，还要生动哦。那么就是讲哈，咱这个活动啊，当然呢，我们一讲出去，一定会有很多人想要参加嘛哈。啊，是不是哦嘛？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下哈。我们要参加的话，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或是他要做些什么事前的这个准备？重点就是讲哦，你爱来甲阮申请啦，啊，阮会甲你。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在今年哦，一定要办完婚礼啦哦。啊，阮接受你的申请了后吼，阮会来准备起跳吼。我们泽市长哦，为了大家而特别准备的这一个那个志玲姐姐版的迷你六礼哦。那要讲迷你六礼咧，阮有这个咱讲吼，结婚上大的大事是啥？就是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啦。咱就针对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当看一个吼。咱菜是啥？咱农家的这个竹炭，啊，佮有咱的后壁米，后壁六甲月光米哦，即马伫全国吼是顶港有名，下港有出名哦。啊，佮有咱的油鲜花，甲西港的这个胡麻油吼，咱的最有名的这个芝麻的产地吼，拢上在地上纯的。啊，佮有咱的盐七股的海盐的，那海边上大的这个竹笋哦。啊，佮有咱的豆油，咱有新华、新丰啊，甲东城的这个酱油。啊来咧，啊佮有啥？啊佮咱的醋，咱的醋有这个蓝色的梅仔醋。啊，这在吼拢是咱泽市长哦，要传互大家。你若来甲咱台南市的这个户外景点，头我讲的这个233个所在吼，你来办这个户外婚礼哦，阮甲这个物件会全部拢款互你。啊，重点就是希望讲吼，会当来互大家了解讲啊，原来哦，你有足侪选择，啊，你选择这，你阁会当摕到咱泽市长为着你特别来款的这个落礼要来送互你。啊，重点是这个和志玲姐姐是同款的哦。是啊，除了这个六礼啦哈，这东西咱在地哈最好的这个产品以外啦哈，那就是说，因为咱要结婚的人哈，他婚前有很多的准备嘛，哦，什么婚纱啦哈、照相啦哈，啊，各有做这，好，那这部分哈，刚刚请问咱市政府嘛，有一些协助哦。是，阮吼这届个特别吼，和这个婚纱业者来合作哦，咱有设一个吼优惠价啦，10几万。一个婚纱的套装哦，唔免，咱只要吼10万以下就会当来翕吼。啊，重点就是讲吼，咱伫遮办这个户外婚礼吼，同时我们就像刚刚王安姐讲的哦，就是咱可会当用到这足水的这个真实的这个场景哦。我会记得我当初是韩文人结婚的时阵哦，我也都是尽量用户外的一个地点来拍摄哦。
啊，我内面上喜欢的一张相片，就是我在9重阁的下面开得满，红拍拍，啊，伫下骹附一条足水的，迄一条足水的婚纱吼。啊，拄啊好，咱6月份哦，嘛是咱好头比吼，嘛是咱台南市吼，咱讲是即个黄金雨啦，就是咱阿伯勒的即个季节。啊，所以咱伫咧这阿伯勒的树骹，啊，同时个黄金雨哦，啊风来，吼，啊，就慢慢飘下，大家想看卖，敢是足水的。是，那么这个像叶石涛哈，这个大作家一讲的，然后台南是一个适合做梦干活哈，还有恋爱、结婚、悠然生活的这个所在了哈。那么就从结婚开始，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么浪漫的一个婚礼哈，我相信呢，这个就是他们成功的开始哈。那么哈，除了讲咱的这个浪漫婚礼以外，我怎样？现在已经是6月份啊，再来进入7月、8月的是讲哈，暑假嘛，又是旅游旺季哈，啊，咱这个疫情。慢慢解封了哈，啊，市政府呢嘛有足侪这个活动哈，要来促销咱台南的这个旅游哈。那么像他都咱开场都有讲啊，讲这100万大奖的这3重送了哈。那么是不是哈，请局长给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下，这3重送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吼是阮那是市长吼，伊希望讲吼，过去吼，咱台南伫咧全国的咱这个国民吼，大家拢做支持的。那拄着像这个廉价吼，咱有那是咱西半边吼，台南是大家首选嘛，因为来到台南有人好食，好食物件一大堆，啊，另外佫有古迹，啊，佫真侪博物馆，真侪美术馆，真侪在地文化会当看哦。啊，所以吼，阮特别为着要邀请咱全国朋友甲咱台南的乡亲吼，会当来到台南吼，会当有一寡好康的。哦，伊来佚佗，各有好康的哦。我们6到8月哦，我们有这个100万3重送啊，咱上啥嘞？咱第一重就是前1000名哦，哪会讲来甲咱台南哦，来甲咱带一枚消费，不管是咱台南的朋友也好，还是全国，吼，大家不管是对一个县市的朋友来哦，你只要消费500块，就有一组这个序号吼，你来登录，吼，你来上网甲咱登录吼，你得当台抽奖啦。啊，你会当抽啥咧？抽出些物件啊，清1000组，你佫会当另外，阮佫来加码，你会当有这个台南的这1000个吼，这个在地的好礼哦，包含说咱最近吼上流行的这个英雄面呐吼，内面有啥火龙果面、芝麻面哦，小英总统上爱的就是咱神华的芝麻面哦，啊，佫有啥？啊，佫有咱即马上著是的，咱的莲花的茶哦，这拢是咱前1000名。登录啊，就会当送啊。另外满500块就有一个序号，等于讲你若2000块就有4个序号，你就会当来参加咱的抽奖哦。啊，咱即个准备的物件哦，超过100万的一个奖品啦，包含说有这个洪家腾的那个现在最夯的这个电动机车咱准备10几台。啊，另外佫有咱总统套房哦，平常时要叫你来佚佗你要讲要带一枚。1、20万、10几万，迄你可能感觉讲心足疼，不要紧，阮用抽奖的方式送给你，嘿，送给你。阮内面佫有啥，大家可能想袂到的。阮佫有送你志玲姐姐东吹西伊叫阮的新娘房大家拢做介意。你可以跟他睡同样一个床。是，无毋对。啊，讲你看这有吸引力无？啊，毋过阮送你物件拢是希望你过来佚佗哦。所以一来再玩，每次来玩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哦。啊，当然竹繁不及备载啊，阮的奖品实在款足济，包含说一般人你要坐船啊，总嘛是不容易嘛。啊，毋过阮即届的奖品阮佫有安排哦，会当互你做伙来坐咱这个雅国的这游艇出去，甲咱的。足水安平港来看看、佚佗，这拢是阮即届的活动内面，阮有安排的一个足重要的抽奖。啊，上后第3重是啥？阮3重送嘛，对无？最后一重就是阮的常客贵人。我讲送嘛，常常来阮台南佚佗就是阮的贵人啦。我希望讲常客贵人愈济来愈好，阮会当伫这内面6到8月这个时间来阮台南带上济啊消费金额上悬的阮就送你1万块的奖励金，希望你会当来台南佚佗啊，限量10名，前10名阮就送，无分大细汉。是，那么另外咱台南市政府有一个国民旅游的这个首选台南的这个活动，是不是嘛？甲咱乡亲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好不好？是，阮国民旅游是安尼其实头壳有讲到咱
全国的朋友吼来台南哦，上爱来台南嘛。啊，我嘛希望讲吼，透过这道的这个促销的方案哦，互大家知影讲吼，你来台南佚佗哦，你唔但有食，啊，搁有了哦。希望会当互大家哦，永远把这个国旅选台南这个品牌哈，可以深植人心，也可以让我们的乡亲朋友哈，出去甲你的朋友要招伊来佚佗的时候，你袂落开。为什么袂落开咧？因为你来唔但有食，搁有了，啊，台南人用上热情的心要来迎接你。是，那么吼，对着这届的这个活动，咱较有特色的所在是什么所在？咱这届吼是安尼哦，就像我头过讲的哦，咱传的物件真济哦，咱和其他的县市政府比起来哦，其他的拢直接互你回馈是金额嘛，阮唔是哦，因为金额伊有一个额度的限制，我唔是，阮吼用最便利、最便宜，吼500块以上你得当来抽奖，啊，另外全国吼嘛是首创啦。阮要感谢咱常常来台南佚佗的这朋友吼，所以阮有设一个这个常客贵人的计划吼，希望讲哦，你只要来咱台南佚佗，来甲咱消费，就是咱台南上大的贵人。那么哈，我们背板里面有写嘛哈，登录前1000名哈，特别上咱的台南好物啦哈。那么他在登录的时候，伊要安怎去登录？咱即马吼，像我这个牌仔顶悬有写的吼，阮有一个，阮网络顶悬吼有一个。你到时阵吼，饭店拢会到宣传，我拢有做一个简单的这个立牌吼。啊吼，你若扫这个 QR code，吼，照一个 QR code，你扫了了后吼，你就会当了解讲哦啊，我要安怎去登录，就是用这个发票你来做，还是收据来做。啊，你若500块，你挑出来就有一个组序号。啊，当然你消费越多吼，你就抽奖中奖的机会就愈济。啊，阮是传真济，要等大家来消费啦。对的，咱未来啦吼，就是讲疫情之后啊吼，因为疫情这一段时间啊，差不多半档的这个时间，当然影响到咱台南市的这个旅游业啦吼，对他们来讲哦，因家真正哀叫吼，无怪咱市长吼伫进前啊跟那个大声细声吼，那么这嘛是为着吼咱台南的这个观光旅游啦吼，那么对着后半年啦吼，就是讲今嘛已经6月份了嘛吼，咱的疫情已经慢慢吼比较乐观了吼，对着未来咱局长你有啥较乐观的这个看法无？其实吼，我感觉台湾吼，伫咧即个全体国民吼，啊，甲咱中央政府吼，咱的即个通力合作之下吼，咱即个防疫的部分哦，其实确实讲起来，咱算讲是全世界的模范生啦，会当讲是典范啦，啊嘛会当嘛真侪国家哦，拢来含咱取经啦，啊，就是因为安尼吼，所以台湾到这样时，逐工拢几乎啦，天天都在庆祝嘉陵啦吼，啊，在这个嘉陵的前途之下，咱各无本土的案例，嘛代表讲吼，咱慢慢吼，咱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大家来当生活嘛，当来做一个调整啦吼，啊，来调整了后，咱嘛希望讲哦。其实咱日常的生活慢慢来当恢复哦，休闲旅游哦是大家放松心情哦，啊，互家己会当出去行行，找一个上好的办法。为什么安尼讲呢？平常时啊，咱咧上班，吼，咱伫厝里加减啊，拢有一寡压力嘛。所以当放假的时阵，咱就希望会当去外口行行、走走的。啊，所以这个后疫情的时代哦，中央的政策也在松绑。6月7号之后哦，也会有大幅的一个调整哦。那么希望讲哦，咱也当遵守这个防疫的规范哦。就像咱铁人部长哦，咱的陈时中阿中部长哦，前2天来台南哦，我是全程陪同啦。伊行到对吼，其实拢咧做一个防疫新生活的示范哦。伊就希望讲哦，会当互大家了解，咱去到对吼。其实吼去佚佗不要紧哦，问题是你要遵守咱这个防疫的一寡措施，比如讲吼，若人足多，咱就来甲口罩挂起来。啊，若比如讲吼，咱无法度要含人食饭的时阵吼，啊，咱的隔板哦，就要特别注意。一寡吼，咱咧旅游的时阵吼，爱去注意到的，咱甲注意起来。啊，其实吼，你得当放轻松哦，含带你的大细细哦，咱做伙出来旅游啦。是很多哈，咱局长讲的阿中部长哈，最近阿中部长哈，全台湾哈，走透透哈，今年刚打来咱台南哈，那他走过的这个足迹也很多了，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这个盛情哈，我在想，大概有的人有看到，有人无看到。是。其实这届我那真感谢咱台南市的咱的好朋友吼，咱的市民朋友的大家配合吼。啊，另外咱真侪景点吼，啊，甲咱的餐厅业者嘛加配合。啊，上重要的就是吼，咱台南市政府吼，这届伫咧市长的这个一生
号召之下吼，咱所有的局处总动员哦，嘛甲阿中部长哦，这个2天哦，其实讲起来无甲理事休息啊，我必须要跟大家坦白报告哦，因为行程做满的，伊伫咧防疫记者会开了，伊随着坐迄个高铁的。啊，你来甲咱台南我就去甲接吼，我和卫生局长，阮2个人，甲市长吼，拢总3个哦，去高铁站甲因接。啊，第一站呢，咱就来甲咱的基美的博物馆哦。啊，咱第一站呢，因为咱就安排咱这严正发老师吼，甲送话啦。好，伊看到吼，伊讲一句话，我印象深刻。伊讲哇，甲我话甲遮少年、遮缘投吼，比我平常吼看起来更加。又去啦，伊做欢喜的，伊嘛去看画吼，大家嘛知影吼，伊的太太是大提琴家哦，所以其实伊对咱基美博物馆伊是真有兴趣的，只是讲时间的关系哦，搁咱的民众足热情的，伊无法度去行足侪所在人看。咱第2点呢，就走去咱的国华街吼，咱的国华街吼，愈较趣味，咱规个民众吼是。根本跟动伫遐啦，大家看到迄低卡洞无，就规个洞伫遐。哦，所以我就讲吼，咱台南人哦，足热情的啦。咱的媒体朋友佮甲我讲啥咧？因为我全程陪咱的媒体朋友嘛，伊就讲吼，吼，因去过遐个侪县市吼，到咱台南市吼，用惊死人的热情吼，咧迎接咱的阿中部长。所以我感觉这点吼嘛是做感谢各位市民朋友的啦。煞咧，阮国华街了吼。阮就带伊去坐这个迄个双层巴士啦，互伊看咱台南的这个景色啦。我伊看迄风安尼吹吼，伊就咧讲吼，台南吼，感觉咱像真热，结果安尼风吹咧，坐伫双层巴士顶管哦，迄个气氛足好诶。所以其实吼，伊赞不绝口啦。阮搁调工安尼搁加细寡。来咧，阮就去食这个阿中部长的这个自助餐哦。伊食甲足满意诶。阮甲所有吼30几项哦，咱台南的小吃，阮找在地的业者吼，拜托大家吼，一个人出一项，人拢安尼斗相听吼，来做伙来成就这个阿中自助餐吼。现场呢，我们来宴请这个防疫的这个有功的家的人员，包含咱家的药师啦，咱的医疗人员啦，搁一寡吼，在咱防疫期间吼，甲咱斗相共的志工，搁有捐赠这个防疫物资的这好朋友吼，捐赠金钱来斗相共咱家做防疫的这企业吼，咱全部来请过来，互阿中部长会当来和面对面来接触，来甲伊说一下多谢。第2天咧，咱就来到这个顽皮世界哦。伫顽皮世界进前哦，阮搁互伊食做澎湃的早顿哦，包含这个沙白鱼皮汤哦。伊食了吼，伊到这个咱的这个顽皮世界吼。甚至吼，伫咧咱的防疫记者会时，拢赞不绝口，一直讲哦，这个沙白鱼哦是伫咧台湾哦，食透咱台南的上好食啦。我有游览吼，有一个迄个脚掌拢翘起来，有这个光荣感啦。这个顽皮世界咧，伊含这个长颈鹿咯，踮遐咧互动，伊搁看喙齿呢。我讲吼，果然是做气科的啦。我讲吼，这个。医生就是医生哦，伊的本质哦不会变啦。就是阮妹妹吼，三句不离本行。阮妹妹嘛是安尼，阮妹妹也去科的吼，伊嘛是看到我，就是开个看我的喙齿吼，看了囡仔嘛是共款哦，所以真古锥吼，包含说吼，伊去摸这个水豚哦，伊个讲这摸起来敢若咱的缩影呢，佮讲迄规个皮定，安尼足定的啦，吼，来咧，咱佮煞来带伊去看到咱的白河莲花，互伊去赏莲花啦，佮伊看啥，咱佮去这个。迄个江南度假村吼，去互伊食这英雄宴啦，全部拢是传咱溪北吼上在地，包含柳营牛奶啦，咱的莲子啦，佮包含咱东山咖啡、月光米啦，全部大家上会到的拢出笼来。是，那么咱们希望讲吼，疫情慢慢结束啊啦吼。希望它不要再复发了哈。搁有这个阿中部长也带动之下，吼，咱的这个台南的这个旅游业吼，会当重回以前吼这个光景啦哈。那么今天你真感谢哈，咱局长来到这个节目，最后局长还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讲？嘛是一句老话吼。咱观光会当成功哦，嘛是爱靠市民朋友大家来斗相哦。你嘛是咱上好的口碑哦，会当来甲咱的你的伫咧外县市好朋友邀请伊来佚佗。另外咧，希望大家继续哦，国旅选台南。是，今天感谢咱局长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